要來講美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5月22日對德州南部發射第12粒星艦火箭，也這嘛是 SpaceX 上新版本星艦 V3 第一擺來試飛。也講到馬斯克計劃 SpaceX 上緊後個月佇咧納斯達克掛牌上市，這邊的試飛就真重要，因為可能會影響投資人因的信心。4, 3, ignition. 前一暗因為技術問題取消頭一擺，這個發射了後 ，SpaceX 的上新版星艦 V322個試飛總算順利成功，不過這擺飛行並不是真順，超導向推進器雖然如預期，加就8部分離，不過未當完成所謂的返航點火，擱佇失控的狀況，真緊墜落地球，落入墨西哥灣水域。另外，火箭佇太空中出行一段距離了後，其中的一台引擎故障，造成飛行軌道出現偏差，終其尾是成功落印度洋過程火焰式過噴 ，SpaceX 表示有關在下當穩準的範圍內。Because the end goal here is to take us to Mars, and that's just mind-blowing to me. And I've submitted my application to be one of the first passengers up to Mars, and I'm waiting on hearing back from that. 地球為德州南部發射的第12粒星艦 V3是目前全球體積上大、力量也上強大的運載火箭系統，以整體組合達到124公尺，直徑9公尺，比前一代星艦的高度遠超過1公尺。引擎推力也更加大。路透社報道，星艦 V3是世界內體懸星艦衛星的發射頻率，是馬斯克為實現載人登陸火星來建造火箭，加執行美國國家航空參太空總署未來月球任務。It was absolutely thrilling. And those sonic booms were like the loudest disco louder than any disco I've ever been in. I think my shirt was rattling against my chest. 另外 ，SpaceX 計劃上緊佇6月12日佇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掛牌上市，高達目標上看1.75兆美金，挑戰改寫全球史上上大的公開募股紀錄。所以，這擺試飛也可能影響投資人的信心。公司新聞深入的編譯。